伊原本是咧画这儿童的绘本，伊一开始就放伫网络顶互大家看，后来雄雄伫推特就变啊真切。嘛唔知为虾米，真正唔知为虾米红开，作者到今仔日嘛唔知为虾米会串起来。欢迎收看《台语真认真，愈讲愈认真》。大家好，我是边。大家好，我是粉酸。刷落来3位粉吼，咱要甲大家讲做无共方式的技术，动画、歌戏、电影，还有布袋戏，大家会当共咱做伙抬杠，讲一寡跟这技术相关的话题。阮今仔日就要来先讲这个网界部分。是。其实我平常时较罕得咧看啦。你今仔来要创啊？其实我是有看《进击的巨人》《鬼灭之刃》。对我来讲吼，动画是我逐工来看的。因为逐工拢有无共的动画咧update。对。像我大概是5当前。开始固定会对迄种当季的动画，而且大部分拢是日本的漫画。这日本的漫画其实足侪台湾人，伊嘛是拢足介意日本的漫画。日本的漫画会当讲是当年拢为台湾的动漫展足侪的商机。我有一摆去迄动漫展的时阵，安怎？你敢有买真侪物件？无，我无钱，真正足贵啦。因为过足侪人拢会去买。嘿，真的，我之前高中的时阵我就有真侪朋友，因拢会欠钱去台北参加这个动漫会。动漫展，都买真侪物件，开几啊千块。动漫展这逐当安尼举办吼，伊的商机遮尔大，看到吼台湾人真正有足侪人介意日本的文化。咱之前其实嘛讲过6道漫画推荐的，所以吼咱有连续2季的漫画的推荐。第一部就是真适合大人囡仔做伙看的这个漫画，国王排名。哎呦，国王排名哦！这个动画作者伊原本是咧画这儿童的绘本，伊一开始就放伫网络顶互大家看，后来雄雄伫推特就变啊真切。嘛唔知为虾米，真正唔知为虾米红开，作者到今仔日嘛唔知为虾米会串起来。后来就开始出册，嘛真受欢迎。后来就开始改编做这个动画，重点是伊的动画拢有保留这个漫画伊原本的这个画风。伊迄画风吼，伊的线条吼，足简单的。伊的故事就是讲吼，一个袂晓讲话嘛听袂到的一个王子，叫做宝吉。也毋过吼，伊嘛是足坚强的，面对外面的世界对伊的批评。你是毋是嘛真坚持伊的梦想？伊嘛是立志继承因爸爸国王的位置对啊。对，而且伊想要做第1名的国王。咱头讲着伊是国王排名嘛。虽然讲吼，伊听无，伊嘛袂晓讲话，也毋过伊的一个所在就是讲吼，伊头有别人的盾意。人咧讲话的时阵吼，伊迄喙盾吼，伊咧动的时阵，伊就知影伊咧讲啥。所以其实伊拢知影大家对伊的批评。好佳在是伊一路上，伊有一个真好的朋友，叫做这个卡克拢有咧甲斗3工，所以才互伊顺利度过这段时间。咱刷落来要来讲的就是乱着换装人啊！这部吼，伊男主角伊细汉的时阵，伊爸阿母吼就过身去啊，伊就互阿公带去厝里住。也毋过因阿公伊有一个足特别的职业，伊的职业就是咧做女儿节的红仔。伊阿公甲伊第一摆带去因兜的时阵一入门，伊就看到一排女儿节的红仔，真正做甲足水。男主角一看到，伊就感觉这世界上哪有遮尔水的物件，所以伊为自细汉开始就牵伊的阿公做学讲，要安怎做这红仔。毋过你头拄仔讲到迄个男主角，伊毋是后来有拄到一个女主角，对，迄个女主角伊真介意 cosplay。有一天伊无小心发现男主角伊晓做衫的时阵，伊感觉足欢喜的。所以就变成男主角做 cosplay 衫，女主角来穿。除了伊的剧情会介意，其实我感觉伊的面啊、表情啊、线条啊，拢画到足水的，袂使，你应该看落去。所以来要甲大家推荐的就是《鬼灭之刃》游过篇，战斗场景规个拢变甲比进前搁较精彩、搁较好看。而且主要就是伊搁有讲到日本的这个艺伎的文化。是，坦一龙因一真人吼，大家游过这个所在，伊就拄到上弦之六鬼兄妹啊。这鬼兄妹啊真歹处理，剧情内底拢有讲到为虾米。其实吼，伊伫故事的后壁嘛有讲一寡伊遐个大的所在吼，其实伊有阶级的分别。迄个鬼兄妹啊吼，拄好是迄种艺伎兼人客生落来囡仔，所以无人要甲请。所以这个故事毋定是讲吼，伊做刺激，而且吼伊会讲做者鬼为虾米变成鬼的故事。而且重点是这个《鬼灭之刃》的作者，伊甲日本的文化透过这个动
动画安尼传出来，所以互国际上拢会使看到日本的文化，真正有够厉害。有的人会感觉讲，放假可能是放伫一个足细的一个范围内底，也毋过其实吼，伊的主题当足宽，而且吼要做一季12集的动画哦，其实爱开足侪钱。希望吼，这礼拜推荐的动画大家会当介意，安尼后礼拜这个时间，大家一年等，拜拜。